港呢個名嘅由來，相傳同名貴藥材沉香有關，而廣東中藥材出口規模就處於全國領先地位，深厚嘅底蘊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醫藥嘅優勢。大灣區近年整合資源，打造中醫藥高地，政策通道全面開通。喺 CEPA 貿易協議安排下，香港中醫師可以申請喺內地短期執業，香港服務提供者可以喺內地開設醫療機構。而廣東就喺2021年開展試點計劃，招聘香港中醫師喺大灣區公立醫療機構工作。所有香港嘅註冊中成藥產品標籤均附有以英文字母 HKC 為首嘅註冊編號，以供市民選購時查證。香港已註冊傳統外用中成藥喺內地上市嘅註冊審評時限由200日簡化至80日，已經有16款香港已註冊外用中成藥獲批准上市。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同廣東省中醫院建立合作機制，開啟多方面合作，共同推進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。大灣區中醫藥各展所長，融合發展，推動中醫藥積極走向世界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